台语剧团的公演吼，咱今仔日的活动呢，主办单位是由文化部，指导单位是中华关文化局，协办单位是关怀文教基金会。今仔日活动嘛，爱感谢台语园创意园区，甲国立中华生活美学馆的共同承办。咱来介绍咱的团长吼，咱的大家长吼，就是台语剧团团长吼。姚嘉文，吼，总统主席、总统副主席姚嘉文先生。所来，咱来介绍的就是咱今仔日剧团的总导演吼，伊就是中华青年高中的黄显田黄导演吼，咱请黄导演就来甲咱讲几句话。院长、各位中华乡亲，大家好。我是关怀台语剧团的导演，即马嘛伫咧台中青年高中青年高中这个影视科电影电视科咧教册。自4年前有一个机缘就来遮甲即个台语剧团来遮指导。我台语嘛是会遮练的啦，毋过即摆听起来咱阁是无啥练转嘛真欢喜我有即个机会有接触甲学校无共款的一寡学员伫学校咧这学生因为即个学校靠一个一入去学校学生也较无共款乖乖咧做一寡学习，其实有当时嘛无遐乖啦毋过大部分都足乖。另外学员咧较无共款啦，因为会来参加即个剧团的学员。拢是有一寡热心或一寡热忱的来参加。尤其是伫甲即个社区的学员做一寡接触对我来讲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因为每一个戏剧其实每一个学员都有提供伊家己的经验互即个戏剧更较趣味、更丰富这是伫学校无啥共款。今仔日咧拄好有2种无共款的戏剧。咱一个首先是青年高中学生因所演出的因为即个病毒的关系嘛所以即2年咧大家拢生活非常的紧张即摆大家开始紧张咧开始想讲即摆新的病毒搁出现过年要安怎这跨年敢莫做一寡隔离咧即种想法即2年一直拢伫生活当中所以等下即出戏叫做爱伫病毒拖几个时。爱在病毒蔓延时，伊就是讲那个社区内面，因为有隔离，大家互相开始无信任嘛，惊讲有病毒，这个故事是安尼，是伫学生来排。另外，咱一个中场休息了后咧，就是关怀台语剧团要来演出就是这个，先来讲国语要讲好一点不要讲误会。看黄虎印台语是看黄虎印，黄虎印大家拢知是院长伊的作品听过100万字遐尔高但是为着要互大家更较了解这个故事想要做即马有台语绘本，咱这个演出咧就是讲一个社区一个家庭要来推广这个亲子共读的过程咧同时来了解这个黄虎印的故事。所以这个带一个演出，毋是干那讲咧念就好伊阁有社区的一寡足趣味的故事。希望讲大家看了咧有2个目的啦。第一，会当来了解这个亲子共读的这个重要性，会当来增加亲子关系。另外会当来了解这个台湾历史上这个黄虎印的故事到底是啥物款咧？等一个剧情就来介绍所以即摆是带一道2种无共款的戏剧，希望大家会当来欣赏多谢大家。故事呢，第一个剧呢，就是爱伫病毒摊开的时主要是由台中的青年高中影视科的学生所带来的表演。这个剧内底的内容是咧讲绿林社区呢，因为呢新冠肺炎摊开的关系，所以就进行咧疫情的隔离的措施伊嘛管制了足好的，但是呢，这个隔壁社区咧，煞疫情咧控制了无好，才摊开这绿林社区的人呢，就开始讨论，
咱敢有要支援隔壁社区喙暗，也是消毒用品。为了即个议题，大家就开始吵吵闹闹袂收煞吼。即个故事咱嘛会使体会着讲人的自私吼，甲人为着家己的身体的关系、甲利益，是毋是为安尼开始无信任吼？所以呢，咱大家内面请呼声、鼓声，奖励一下吼，欢迎青年高中影视科的学生所带来的表演《爱伫白肚摊开的时》。希望疫情过去了，这片天气还阁伫的。天气还阁伫咧。食饭啊！又是玉米浓汤，再吃我就变绿巨人了啦！绿巨人，绿巨人！即马社区防疫被隔离，啥物拢无方便啊，青菜啊嘛无好买啊。要讲啊，你若是要煮饭吼，就先煮你家己去来食物件。现在有外送，干嘛要学做菜？想吃什么叫外送就好啦。今晚我想来点滑蛋牛肉盖饭和酸辣汤。阿嬷，你要食什么？我唔免啦。那我帮你点一个皮蛋豆腐哦。好。皮蛋豆腐，皮蛋豆腐。安尼是偌多？安尼是200啦。200啦！我操，你听钱我来赚啊！还有我的滑蛋牛肉盖饭呐。卖用阿嬷的钱哈。无要紧啦，来，这300块摕去，免走啊。多谢阿嬷。啊，饭煮好，小金去传碗底，准备食饭啊。哦。魏小金，干嘛？这是啥物物件？哦，我的喙红吹好啦。你用电锅甲我吹喙红，消毒啊。谁甲你教的？专家甲我教。什么专家？网络上的专家说，把口罩放进电锅里蒸10分钟，就可以帮口罩消毒杀菌哦，这样口罩就可以重复使用。不过要注意的是，电锅内不可以加水，不然水蒸气会破坏口罩上的防护静电层，降低口罩的过滤效果。报告完毕。妈，这些妹妹讲的话，你有相信啊吼？伊是全校的第1名。第1名，第1名。那你不然怎？饭店免煮啊吗？我就想讲先吹口罩，再搁煮饭，一步音就袂去厉害的。好啦，我来洗米煮饭，10分钟就好啊啦。妈，你不知你咧报应啥？无代志吹啥物喙红？妈，这毋就是有一盒啊？平常时就无看你遮尔环保锅，颜色不对。什么颜色不对？明天我要跟小维他们出去，要穿红色衣服，所以呀，要这个绿色的口罩来做搭配。红配绿怎么会好看？还荧光绿？这叫撞色，练版的，弄血。是，我唔捌。那以后哈，你们的饭你都不用吃了啦，哈。好啊，反正哈，我要减肥啦。减肥。反正吼，这疫情失控，大家拢无通食，到时阵吼，恁就真正会使减肥啊！疫情失控。他这些嘞，那是用醋
厝边隔壁听到，咱全家拢要掠去关呢。好啦好啦，恁家己毋着较细声的，安尼匹配叫大家拢知影。小心，紧快啊！阿妈咧哭哭扫，紧快啊！我已经有打过疫苗了。快啦！妈就是扫一个尔，是咧紧张啥啦？你不会记啊吗？楼顶迄个小陈，嘛是三不五时伫遐扫者，所以骗人讲是食薰食伤济，才一直扫。结果咧，结果顶个月啊，小陈倒伫咧路边，互人掠去关，因为一检查，伊规身躯拢是阳性，拢是病毒。然后伊的阿爸、阿母，佮有伊的某囝，拢掠去关，有够恐怖的啦！好啦，莫安尼甲迄囡仔吓惊啦。哦，无怪哦，恁爸问恁讲是安怎都无看到楼上的小朋友，恁哥甲我骗讲伊是全家伙仔出国去躲避疫情，原来拢是去互消息去哦。哇，好酷哦！敢若咧播电影的呢。喂，什么酷不酷？莫有白讲啦。哎，你去甲妈关心一下啦。妈，你这扫是安怎啦？无代志啦，前几工风伤透，去洗着凉风啦。妈，你个囡仔，你爱讲实话呢。你若是感染着病毒，爱老实讲。妈拢讲受风寒。你信哦？我信，姓什么啊？姐，阿嬷没有病毒，阿嬷没有病毒。较细声嘞！你像厝边隔壁听到，咱真正互掠去关的。你看，安尼毋就无代志咯，神经。妈，你要甲水按刮起来无？唉，这老咧等真正有需要才来用啦。即摆就最需要的啦，刮起来啦！不过妈讲的嘛对，这喙安吼，真正较欠仔用的。像迄隔壁吼，凤凰社区哦，疫情大爆发呢。我做侪朋友排队拢买无着喙安，搁我寄一寡互伊。你千万唔通寄互因呢！想知影这疫情会拖偌久，咱吼爱加强一下。知啦。妈，为什么不能寄？现在凤凰社区整个疫情大爆发，听说啊，几乎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病毒，大概都一样。再说啊，他们现在那里疫情这么严重，哪里还需要口罩啊？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需要什么？丝带，很多的丝带。丝带我知道哦，上次学校有发一个手提袋，上面就有写诗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呦，不是那个丝带啊，是装尸体的丝带。尸体，哎呀，好可怕！那样的话，那些少数没有被感染的人更需要口罩啊！难道你们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吗？同理心，哼！要是我们的同理心给了凤凰社区，那其他社区来跟我们要，你给不给？百合社区来跟我们要，你给不给？蓝雀社区来跟我们要，你给不给？同理心，哼！等到时候哈，我们自己病了倒了，你再看看其他社区会不会来帮我们？可是不是都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你们都忘了吗？雅涵啊，那是对同社区的人老吾老，别的社区哈，我们最好少管啊。所以说，只要和我们不是在同一边的，就不管他的死活。好啊，现在是分社区，下次就分邻里，然后分不同路不同下，是不是？好了，雅安，很多事情不是同理心就可以的，它很复杂的。哪会复杂？就是帮或者不帮而已啊！扯这么多，反正你们就是见死不救。我看啊，要是阿嬷也被感染的话，你们一定会二话不说把阿嬷丢到隔壁社区去，是不是？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有电梯声，有人上来了，有人上来了！点啊点点啊！阿嬷来救你啊！你踢笑啊！好，紧来给阿妈上起来，紧来！有人在吗？谁啊？
是你的餐点，总共是260元，帮我放里面就好了。300块，不用找啦，谢谢。祝你用餐愉快，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这段演得这么好，应该要6颗啦。无代志啊，叫你妈出来啦。妈，无代志啦。神经。有人伫来无？今日人今日阿妈生起来了。像啊，老王，哎，隔壁老王啦，哎呦。啊，隔壁王先生啊。刚下班。对，刚回来。稍等。对对对，这防疫啊，真的不可以放松，要内化到生活里。哦，不，是心里。像我啊，现在要是到一个地方没有搓几下手，就故意身躯拢无松快啦。我们还随身自带消毒水的，你看。帮我喷一点。耶。36.4，无话说。一个呀，36.3嘛，我怕羞啦。哎，对，我们每天都有量，一都没有发烧啊。对哦，这防疫啊，真的不可以放松哎，绝对不可以出现防疫破口。对，这防疫啊，要随时注意，不能出现破口啊。安嘞，节奏卡无稳啊。干嘛呢？找阮母啊，是有啥物代志吗？想起代志，要甲阿母敲电一个啦。是啥物代志？反正吼，甲阮叫出来就对啦。我请。妈。下晡我看到阿母伫高丽山外口有一条锁啊，要二楼降落来。顶悬啊，阁有一个人，阿母敢若摕人内底物件呢。高丽山。妈，你去隔离所创啥？啊，你摕啥物物件啊？妈，这到底是安怎？你还讲我清楚呢？无唔对，这款代志吼，上好是今仔日甲我讲好清楚啦。讲啊明白。啊，好姊啊，毋是拄位美国回来，啊，伊就交代我，伊就甲我来，交代我甲物件交互因查某囝阿琴啊。妈，所以你就真正甲物件摕互阿琴啊？我下晡摕了伊无爱收。哎呦，这是我嘛唔敢摕。妈，你哪会遮糊涂啦？人查某囝唔敢做的代志，你去做好人，帮人摕，妈你才老糊涂的，别动啦！阿嬷已经打过疫苗了，不会被感染的。再说阿好姨婆在进隔离站之前，这都是阴性的，完全没有病毒，所以阿嬷不会被感染的。有些是讲有注射过，嘛有20%的几率受到突破性的感染啊。况且规定的清清楚楚，隔离就是要14天啊。啊，今天是第几天啦？第12天，还有2天。妈，你哪会遮糊涂啦？康伟姐啊，阮妈是好心，只是无想遮济啦，歹势。这就是歹势就了解怪代志呢。这有关规个社区，万一吼在破口出现伫遮，安尼就害啊！哎呦，老人家不是有说，要是违反社区规定要怎样？爱马上通报。不要被抓去隔离，然后莫名其妙被消失掉。消失掉！最后我们爱莫能助啊，我们只好吼大义灭亲。我们走。我要去。有鬼来！干什么？不知道。拢总起来！你刚刚先重伤。既然你来啊，咱就甲代志问个清楚。什么代志啊？遐个青菜好食无？青菜。哦，啊，就中到在青菜。中岛家的青菜真好食，安怎？今仔透早我看到你甲迄铁网仔比甲铁网仔外卖菜的菜农咧买青菜，遐个菜看起来足青的呢。提防外口的食材，
无我的巴肚即摆敢若怪怪。甲铁门仔外口的人买青菜，哇，遮尔好！阮兜拢当然会当食玉米罐头的，月香阿姨还可以跟铁门仔外口的人买青菜哦。我只是拄啊好经过啦，看迄个卖菜哦，足可怜的，该买几百啦。我想迄个卖菜的应该是无挂喙红吧？老魏你讲啦，魏太太，你讲啊？老高你讲啦。查某囝，你巧，你讲啦。说说去啊，小妹你较巧，你来讲。我想月香阿姨应该是知影迄老农夫的菜无白毒，才甲伊买吧，对吧？月香阿姨。对，绝对无白毒，对无？对，甲恁共款生气溜溜，无白毒啦。安尼拢无白毒，就无代志咯。对，无代志，大家无代志。安尼无代志，阮就来听啊。是惊。拜巴肚足痛的呢。变数啊，先了。我先。公主啊，食饭啦！耶，吃饭喽！吃饭啊！好。好啊啦，莫去哭，无代志啊，今仔食饭啦。哪会无代志？这款日子到底搁爱过偌久？好啦，无代志啦。只要咱大家拢伫的，就一定会有希望呢。有希望，有流星呢。好，行嘞。多谢大家。当下青年高中遮个囡仔所带来表演吼，即个故事咱会知影讲，因为即几年新冠肺炎病毒伫全世界拢一定会摊开啊。台湾有法度遮尔安全，我感觉讲，因为咱台湾的政府甲咱人民吼，拢做了足侪努力吼。那希望讲大家继续努力吼，因为咱拢知影自私甲无信任，就是使你即届的病毒遮尔严重。咱拢知影欧美国家伊已经咧做第3针、第4针，但是非洲国家足侪国家因连第1剂的疫苗拢无法度做着。咱嘛知影讲，遮个变种的病毒嘛是拢按非洲来的，为虾米？因为就是交叉感染，吼，所以吼我感觉吼，世界吼即几年拢被变种。也要世界变种，就是咱大家拢爱互相帮忙，咱有钱出钱吼。像讲吼，我感觉遮个非洲国家嘛是足需要大家斗相共。咱也要互遮个新冠肺炎病毒吼，拢会使消失去吼。就是咱爱配合政府吼，咱有实力吼，嘛是讲吼，希望吼大家拢一个正向的观念吼。就是讲，咱互相帮忙，嘛帮咱台湾人吼，世界的人，咱拢希望讲大家拢真好。安尼吼，咱就免讲去为着这病毒咧，拢关伫厝，无法人出去吼，爱关甲嬉笑就是安尼吼。刷落来呢是咱休困的时间，咱休困10分钟，10分钟了后呢，就是咱台语剧团吼，关怀台语剧团刷落去的表演，看好伊。10分钟了后，请大家吼准时入座吼，多谢。是看好伊。这个故事是由咱的政治家，也是小说家，也是现主席的总统副主席，嘛是关怀台语剧团的团长姚嘉文姚先生所创立、所制作，应该讲一下台湾70集内底第4部曲。这个小说主要是咧描写台湾的历史故事，好因的故事。我相信足侪人伫咧读册的时阵，捌读过台湾历史，对台湾历史嘛做清楚的。姚嘉文先生伊所写的这本小说，表现着讲台湾民主国的历史，嘛互咱在地台湾人知影
台湾是安怎辛苦为今仔日的民主社会，所以咧看黄浩印今仔日是由关怀台语剧团的演员的来演出。这个故事主要是咧讲一个家庭，因大个人的感情拢足清楚的，但是因为着黄浩印绘本的强迫，所以一家伙仔人感情愈来愈好。嘛，因为安尼熟悉着台湾民主故事、黄浩印的故事，嘛知影讲在地故事甲在地文化。台语剧团关怀台语剧团是伫2013年由关怀文化基金会周清玉董事长所创立，当时嘛是由姚嘉文先生担任团长，所以呢，因已经参加过将近差不多20场的演出啦吼，逐年拢有足侪演出吼。咱今仔即个故事嘛是因辛辛苦苦准备了差不多1冬的时间，为大家来表演即个黄浩印的故事，嘛，互大家来明白着咱台湾民主国以前的历史，嘛，互咱搁较进一步来了解讲台湾的民主政治，吼，的辛苦的过程。所以呢，请大家将呼声鼓励，来欢迎着关怀台语剧团今仔日所带来表演，看黄浩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日来到这。啊，你敢知影我是谁？唔知吼，来，我自我绍介一下。听讲吼，大家拢讲我正手面看起来吼，敢若台湾的刘德华咧。啊，若倒手面看起来吼，敢若中华的周润发咧。啊，若正面吼，来，我的特色就是这支，互你叫看卖，我叫啥物名？秋如怪。脱线的吼，毋是啦，人咧脱线吼是咧台东咧饲鸡啦。我吼，我的特色就是这，我拢挂目镜，所以吼，简单搁好记，我叫做目镜。啊吼，因望吼，阮要来参加一个读册会。啊，这参加读册会有啥物好处咧？吼，第一吼，会使增加知识，看吼，你看，我著看的吼，真有知识的款吼。过来第二，会使消磨时间，吼，啊无即个时间暗时啊吼，大家吼伫厝的吼，拢是看电视、食四小啊，安尼愈食愈大块，哦，所以吼，第二吼，增加知识，第二消磨时间，第三是上重要的。哇，这个上重要是吼，因为阮读册会吼，全部拢是美女，干那我一个查甫的，我伫遮吼，美似皇帝共款，四周围拢全美女，啊，真享受。这时间差不多啊，遐个美女哪拢还袂来啊？我知，一定吼咧西装打扮吼，敢若飞机共款。飞机听无哟，毋知啥物叫做飞机哦，这吼叫做花枝招展，安尼知无吼？打扮甲花枝招展来叫甲飞机共款。讲有吼，因迄吼画面吼抹甲吼，比迄个彩绘穿佫较水咧。哇，闻到这个味，我知啊，飞机来啊！大家鼓声甲吹落诶，欢迎飞机一号。大听你叫哪来哦？嘿啊，我嘛头一来，你大家看有先飞机无？什么飞机？人我是美人鱼，好啦，美人鱼就美人鱼啦。来，搁欢迎飞机2号，啊，飞机3号。啊，你来啊？哦，这个来了。上看当当啦。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呢。上卡上日食好啦，看到美女排队排，赶紧家己算看卖，1、2、3，1、2、3。哦，今仔日学生当中来，大家好。老师好。老师你做无意思的，敢若学到3个美女啊满咧。哦，你毋免学了，因为你就是迄个上缘投、上认真的目镜的。上缘投这句话我有介意听。好，来，咱今日就来上课哈。好。老师，请问啊，咱今日读册会主题是啥物咧？哦，今日要上的是195。195，老师，你咧报名牌哦？是啦，我是要讲吼，咱台湾重要历史故事。哦，小可你莫乱啦，专工要甲乱的啊，我排算好啊呢。各位观众啊，
你要治牌无？师奶啦，师奶啦。好，我即摆就来讲啦吼，话讲古早汉字食袂饱，迄个时阵的时阵我想着啦，用讲的伤慢，用唱的较紧。我有写一个歌，来，我唱分恁耳放一下。互我听这大声，我一定愈唱愈好听。好，我去邀请我的学生同齐表演来，掌声。相依中华，古早叫半山，有山有水伊着分，牙声伊着哎呦喂，一把金五日，一笔天天哎呦喂，风来变色，风来变色，风来变色，哎呀，老师，这块跳尔啊辛苦，来啦，遮济啦。我要上。这我有淡薄仔了解，我来啦。嘿，金雪老师，伊这个歌词真正有意义，重点伊讲出1895迄年伫中华一场真重要的抗日战争，也就是乙未战争。讲啊，你艺术真正知影同款。无你嘛来甲阮介绍一下乙未战争是偌重要。好啊，话讲吼，历史哦。你要讲了，好。毋是啦，歹势，我是讲历史啊，我一点仔兴趣都无，听了就想要困嘞。哎呦，我嘛足想要困嘞，无咱做伙来困。乌白啦，咱在乌白乱讲。无啦，我是讲吼，结束了吼，咱个人吼，转去补眠啦，咱就是顺路好行。你放手啦，你煞来者。叫我继续。好，虽然我用讲的无金雪老师用唱的较好听，不过这个1895的故事，我细汉的时阵吼，捌听过阮阿公甲我讲过，有淡薄仔了解。嘿，话讲阮清腐败伫甲午战争战输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煞甲咱台湾甲澎湖割予日本呢。哎呦，这个时阵台湾百姓当然嘛不爱互日本人管啊，所以陆陆续续伫这个年间，拢有这个组织抗日啊。连这个台湾巡抚东京上甲、区凤甲，因嘛这群人嘛组织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叫做台湾民主国来对抗啊。当然，这个日本兵因嘛要派兵来镇压啊，要来接收咱台湾。所以吼，伊伫1895年5月29这天，伫咱的台湾的家人恶地颠灭。所以啊，咱乙未战争从此开始。小婉你讲得足好听吼。好，煞落去吼。老师，帅我嘛淡薄仔知影，无吼讲一个好无？我咧，我要叫困。各位观众啊，你看有够好，这讲词语好读，我等下叫。帅吼，我知影，我来讲，经过10天，咱台湾民主国第一任的总统董金雄，既然讲化妆做阿婆啊偷走呢？什么啊？一个查甫人化妆做阿婆啊偷走，真见笑呢。迄实在有影见笑啦，迄就是人咧讲的阿婆啊烂干啦。因为吼，就是因为东京上准做阿婆逃走，这个日本兵因认定讲台湾民主国就安尼灭亡啊。但是咧，咱台湾百姓伊毋肯认输，嘛是继续进行着这个抗日的活动。无毋对，咱袂使像迄个反背咱台湾人的阿婆啊同款，咱一定爱怎样对抗到底啊！对。听讲吼，成立这个台湾民主国的时阵吼，有做一个国旗，互
说好记，又有捡一个囡仔，我说好记哦，听讲是金刻的呢，金嘛哦，当然是各位珠宝。家己啊，你拄则吼，讲迄个珠宝是讲有变贵，讲到黄金，目睭睇甲正大蕊。哦，迄是当然的啊，黄金你们黄金上无碍，而且即马金仔起大价呢。到底这金座黄花到底伫倒位咧？虽然台湾离珠宝只有短短的时间，毋过伊是确实是存在，伊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是讲这黄好银吼，即马到底是流落在哪里，就无人知咯。真可惜，这若是找着，咱又做手款，还是款咧？哇，不知要偌好咧！哎哟，我讲家己啊，你今日笑想这黄金做的黄好银，你这卡蛋啊！你若要好嘢吼，不如去买乐透啦！家己讲是毋是？是。到底这黄好银伫倒位咧？老师，你敢知？我若知，我报主遮。我嘛是有影啦。是讲吼，你若对这黄好银真正有兴趣，来，家己报一个好康的。啥物好康嘞？敢讲你有中报道？对。老师，饭会使凊彩食，话是袂使凊彩讲呢。我无凊彩讲啊，这宝藏吼，就伫八卦山顶。八卦山顶？哦，有影咧，我是有人听讲过，迄八卦山顶啊，有日本人投落来金银财宝哦。家己，你真正标准的钱锁啊！迄几个卡卡吼拢是钱钱。是你家己讲，迄八卦山顶有宝藏的啊？是有宝藏啊！宝藏，宝藏。是啊，这宝藏哦，就是地色。地色，切！恁继续讲，我继续看。这地色是用做饭食哦？当然嘛是会使的啊，所有学业吼拢有需要伊的地色。就是你啦。对啦，明仔吼伫咧八卦山顶台语文创意园区有一场黄好银台语绘本新册发表会吼，真值得大家做伙来欣赏哦。绘本，哎呀，迄是互囡仔人看的囡仔册啊。绘本吼伊是简单清楚明了介绍，大人囡仔拢介意。哎哟，我讲家己啊，你若吼感觉这绘本伤较简单，佮对这个黄好银有兴趣吼，你会去看咱大作家姚嘉文先生所做的100万字的原作黄好银啊，100万看了我就黑眼睛啊！我要是绘本看看就好啊。你莫看这绘本无点哦，这绘本吼是故事的精华，佮较重要是大人囡仔拢适合。规家伙做伙看吼，佮培养感情。对吼，即马吼台语绘本亲子共读当咧流行呢，嘛是吼家庭的重要教育哦所以明仔吼爱大家甲恁兜囡仔带做伙来哦。阮孙吼上介意我念故事互伊听，安尼我明仔载吼要带伊做伙来。安尼真好啊！既然亲子共读会使增加厝内底人的感情，佮会使熟悉咱台湾在地故事啊！安尼明仔载我要带我囡仔做伙来。好，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哦。小婉啊，你咧？你嘛爱带恁阿爷做伙来呀？好啦。哪有可能的代志啦？讲到阮哩口罩吼，硬去啦。好，安尼吼，明仔载吼爱较早来咧吼。好，今日课就上到这，下课。多谢老师。好，再会。咱来啉咖啡啊！救命！原来是啥物情形啦吼？不舒服呀！人诶，下课啊，拢毋免叫吼，这个人教无意思。各位观众朋友啊，因是拢走倒去啊。啉咖啡，食饭嘛啉咖啡，毋是是要去做小鸟哟？这毋是咧。我敢若吼，我明明会上听讲啥物八卦山，佫有宝藏，佫有黄金一定吼是走去找宝藏啊啦！小等一下，黄金，我来咯！阿姨啊，
哎呀，阿爸咧叫伊啥拢无用，吼，是的啦，阿爸。不过我即马当然无用呢。你无用啥？你看，这水果真歹应付哦。我看，哦，足紧张的呢，加油加油！吼，阿爸，你莫伫惊吵啦。哦，我算看卖啊啦。哎哟，我要算啦。我算啦。我要算啦。我算啦。我要算。我算啦。哦，我算。你咧创啥物？哎呀，囡仔人来是算电动知无？你家己拄则嘛毋是咧算，是真的？无啦，我是咧培养亲子关系啦。哪有？你伫抢我的手机去算，真正的？毋是啦，我是咧叫阿爷，毋通像我紧手机啊。搁再讲，算电动只嘟嘟好，袂使阮个囡仔的手甲头壳反应灵灵啊。吼，阿爸，我看是你爱嘟嘟好。嘟嘟好，我是看你两个嘟嘟好就好。哎呀，等下上吊的是哎呀，带甲阿嬷去。迄什么所在，我哪会袂记的哈？迄什么所在？那就八卦山顶迄个合作创意园区啦。毋是呢，我会记是啥物台语文呢？创意园区。台语文。创意园区。爸母，恁两个袂晓斗起来讲哦。创意园区台语文。迄啥物？吼，是台语文创意园区啦，互你两个实在有影吼，连遮尔重要在地艺文空间，还就毋知哦。对啊，阿爸阿母，你真正有够路的。阮头校顶届校外教学嘛有去过哦。去啊是要创啥？园区有真侪好看好耍的，遐有花有树啊通看，阁有真侪顶藏着台语相关资料的展览馆，会当学着趣味的台语哦。吼，要是水果较好耍。我嘛是安尼想。重点吼，遐有今仔日有迄个黄好英画本咧发表会，拄仔带囡仔去啊。耶，我嘛想要去听画本。袂使，你等下爱去爱情班。参加一届不要紧啦。袂使的啦，囡仔人袂使输伫咧起跑点，伊爱去爱情班，我看嘿。哎呀，你甲阿嬷去啦。哈，我敢会使歹去？遐一定无好耍。那会，园区遐有展览馆以外，阁有活动优惠，阁天空步道的风景，嘛真水啊。对，听卖就对，囡仔人爱加亲近大自然，莫逐工就爱拍电动。无毋对，哎呀，你对阿嬷去，阿嬷就使讲画本、念广告你听。你细汉时毋是上爱听阿嬷咧讲故？哦，迄是足久以前听的，我早都袂记啊。你以前是拢讲阿嬷讲的故事真精彩。那安尼，恁两个去就好。我告诉我等下要带阿强去安亲班，阿爸，我看你甲阿母去啦。我膝头真无用啦。阿爸，你膝头遐无用，也甲我咧抢电动哦。才无咧。我要甲阿妈去听故事。哦，你爱去安亲班。哦，同学打电话来了啦。喂，刚才你打电话来叫我。好，我即马就过去。同学打电话来讲要做去图书馆，我出门咯。哎呀，我要去听故事。袂使，你陪父啊！记得妹妹，记得听故事，听故事。吼，各位观众啊，你敢知伊咧比啥？我连我老爸要甲即个后生亲自一个，伊嘛讲伊膝头真济无用啦，安尼就流选去啊！到尾嘛是剩我一个孤单老人，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语文创意园区的志刚老师，欢迎大家来台语文创意园区佚佗。咱遮吼有足侪间咱的展览馆，你当四界去看看咧。等一下吼，咱的总统府主席姚嘉文主席伊的黄好义新编的台语绘本的发表会，就伫咧开始啊！遮吼，来看卖咧，咱遮有一个台语对对碰的游戏，这真趣味的活动咧，恁会使先来算看卖，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原来啊，这就是台语文创意园区哦。其实啊，我定来这运动啊散步。嘿啊，唔知影讲吼，这会这么济学习的所在哦。后盖我常常带阮孙仔来学习这台语啊。阿妈，你嘛帮忙，阮好拢带阮来过呀。我以前嘛拢有来人过啊。我上爱选动物甲水果的对对碰啦。对，迄吼，我顶摆带阮孙仔吼来算迄台语的吼对对碰啊，吼两个算到叽叽叫吼，紧张搁刺激我心色咧。我拢赢阿公啊。可怜，你这个囡仔比你学的台语，哪有可能比我较济？毋过我骹手较紧，比你大身躯的答案啊。你嘛帮嘛，迄吼，迄是我牛味的。无，咱再比一届。好啊，互拍互。好啊，大人大姐搁甲囡仔咧计较。哦，这个孙仔吼咧算的啦，对哦。对啊。小婉啊，你哪无带你迄两个乖孙来？就讲迄无闲啦。无闲，事业是做偌大啊？阮阿爷吼，讲常动了去图书馆啦。阮阿强吼，讲去安亲班啦，无闲啦。这嘛是一个图书馆啊，而且吼，佫是一个趣味的图书馆，爱鼓励因吼，较接来咧。迄是当然的啊。系啊。阿公，咱搁比一届。好啊，行。看因两个公孙啊，算啊遮趣味着吼，我心啊实在有够阴森的啦，他嘛有够郁卒的。哇，恁大家啊，小过来一下，看恁大家生个遮尔欢喜吼，哎呀，你较实来的啦，台语文创意园区吼，唔但会当运动，佫会当伫各种的展览馆学到足侪台语文创意的内容哦。对啦，有当时吼，较常来遮行行，你会学到足侪台语文，真正咧学到袂少物件啦，较实来的。都爱较常来行咧哦吼。好，老师，咱，对，吼，会使老师有讲吼，会使学到真侪物件啊。对，所以这个园区吼有足侪咱的认识，也是讲有当时吼有足侪真侪讲座吼，对啦，拜六下晡时吼，有当时会去放者咱的古早电影，也是歌戏，你若常常来遮，绝对会当学到真侪物件啦。亲像咱念年吼，都有即个姚嘉文主席哦，即个黄好义台语绘本，新编绘本的即个发表会，念年就要开始啊了。我遮有几啊本吼，来，咱大家摕去公家看者，来公家看者来，哇，这拄啊好出路的吼，来，大家看者。老师，请问什么是黄好义啊？昨暗啊，阮社区的老师啊，有连我介绍台湾民主国的黄好义，到底这黄好是生做啥款呢？你这个问题问了解赞哦，大家回头来看这面旗，咱遮有一面旗吼，蓝色的旗，内面有一只黄色的动物。你看吼，这只黄色的动物亲像啥物啊？我知狮，唔是啦，我看一百狮。哎呦，敢若阮阿强教伊的咖啡猫啦。什么咖啡猫？是加菲猫。歹势啦，拢唔对啦，你可有看卖？我知影是巧虎，巧虎。阿公啊，你是老岁仔目镜袂记你看是无？这唔是巧虎啦，你是目睭微微有啊，泡做菜瓜哦。你是讲吼，我目睭吼，干咩？目睭有，别啊看做冷雾哦。我看你是目睭处处变数，看做好体路。无可能啦，迄好体路吼，我都嘛看得偌清楚了。你免讲，大家拢知影。哎呀，你这阿公阿嬷吼实在真新鲜，这毋是巧虎啦，这嘛毋是加菲猫啦，这是台湾民主国的黄好义。
就爱讲到194年吼，中国的晚清政府和甲日本吼，伫咧朝鲜半岛伫战争啦。啊，这个中国政府吼，煞拍输，赔人真侪钱呢。啊，伫195吼，签一个马关条约，竟然甲咱台湾甲澎湖赶予日本啦。哎哟，讲到这吼，看到咱台湾这么可怜的历史吼，咱台湾百姓真愤慨，就开始吼推销当作是迄个东京上出来做临时大总统，开始来刻这个黄虎印，搁来做黄虎旗。啊，你即摆看到这吼，就是迄个时阵台湾民主国的黄虎旗。哦。拄则老师有讲到黄虎印，我会记得吼，我较早吼捌看过迄落黄虎印的歌戏哦。哎呀，迄个因头我答你讲了对的啦。咱这个黄虎印的小说吼，是咱的总统府主席姚嘉文姚主席一本吼足大本的这个小说，伊吼是用来当作是台湾民主国的历史背景所写的啦。啊，你知影无？伊写着咱当作是吼台湾人愤慨的心情，啊，过来吼坎坷的命运。这个黄虎印的命运吼，就伫咧故事内面啦。几年前吼，伫台北有公映过啦，有啦，有。哦，啊，老师，啊，这个黄虎印的故事吼，精彩够有意义，啊，但是吼，因遮个囡仔人敢看有？哦，这无问题。为着要互大人囡仔吼看有这本黄虎印吼，人阮即摆特别吼，甲伊改编做较细本的、较清楚的吼，咱的身边的台语话本，亲自来共读上好势，会当亲自共读上好势啦。哦，安尼真好，安尼吼，我就会使读本孙听。是啦，阿公，一寡读互你听，我读互你听，一寡读互你听，一寡读互你听，一寡读互你听。大人囡仔拢下用啦，啥物人读啊，啥物人听拢好啦。是希望大家吼会当来读这本吼，关于咱台湾历史的故事，安尼吼上清楚啦。好，来时间吼，还佫剩一寡呢。啊无，大家吼，啊佫有一寡时间，对我来其他的展览馆，咱来去老老细细看看咧，好无？好，来跟我行，跟我行，请。对好调嘿。哦，这尔啊好的台语文创意园区，阮伫口罩袂晓要来，实在有够可惜。好啦，王生，啊明早起较早去工厂开门哦，啊有会要入去啦。好。大家好，我即摆我想要订迄款 QQ 的呢，10点好无？10点有啦，我甲你约11点哦，哦，这水果真歹应付呢，佩珠。大家紧来，我来念迄个黄虎印的话本，互你看，互你听。我咧讲生理无时间啦。我甲人咧约做头毛无时间，我咧上水果过关无时间啦，我伫咧追剧无时间啦。追剧？你囡仔屁是咧甲人追啥物剧啦？粉红佩珠。啊，毋过阿嬷的黄虎印话本嘛真好听咧，你看有穿超服无？即摆拢无时要看佩珠。唉，逐个人拢歹插。阿乔，你紧去听，若无阿嬷心肝会真艰苦哦。哎呀，你嘛去，啊无阿嬷心肝真艰苦哦。阿爸你嘛去啦，安尼阿嬷心内就袂艰苦。我真无闲啦。无用，你毋是讲亲子关系真重要？硬去啦。无你去啦。也去。哦，阿强你去啦，阿爸你去啦。无来咸啦，四个人去啦。来，加刀石头纸。你去。好啦，阿嬷莫生气，我来听阿嬷讲故事。袂理你。啥袂认你？啊，你毋是声声句句甲亲子关系藏伫咧嘴里，敢讲你开钱去上爱情班，安尼就是上好的。安尼讲起来，我以前甲就毋好咯。我是讲伊功课爱先做好，我爱功课做好啊。毋过你等者爱去安亲班，哎呀，母啊，囡仔教育你毋捌啦。对啦，囡仔教育我毋捌啦。不过我知影啥物叫做家庭，咱兜厝内人拢相亲相爱，咱兜厝内阿公阿嬷
拢甲囡仔做伙咧耍，哪有像我啦？唉，孤单老人啦！你敢知影？咱阮这个社区的活动中心，每一个人拢有智慧手机啊，逐工拢咧载来载去，就敢若我无啦。你拢讲我拢学袂下啦，啥物拢袂晓啦。好啦，袂要紧啦，规定吼，我较爱看册啦。啊，毋过即摆连你要互我甲囡仔看册的时间，都毋互我，讲啥物我害着囡仔，我毋捌教育。唉，我实在毋知影，我伫即个家庭的价值到底是伫倒位啦？笑到呢！阿母，你看啦，阿妈要哭啊！哎呦，那遮大声啊！母啊，安尼啦，来拜托你念绘本啊，囡仔听啦。无用啦，拜托啦。也无用啦。阿妈，我想爱听你讲过，你念互我听啦。袂啦，无用啦。刷刷去啦。好啦好啦，来啦，咱做伙来读啦。听嘛吼，听嘛的。来哦。啊，做伙。是啊。我嘛爱哦。啊，你是阮后生啊，咱嘛爱亲自共读啊。我真无用啦。我嘛有代志呢，歹势啦。是啊，今日听阿妈念绘本讲故事啊。哎呦，我无用啦。哎，不要紧啦，刷刷去啦。啊对，来，阿嬷吼念故事互你听，吼，你拢爱听，无要紧。讲迄个百外当前的台湾家人吼，有真侪人伫战争当中亡生，其中有一个8岁的囡仔活落来，伊号做太平洋。8岁，跟我差不多，比我较细，也捌认影，真可怜哦。啊，因为这场战争变做孤儿，好佳在，竟然将老岁收甲伊收养，搁甲伊请养大汉。过来阮阿东，就为阮回收来到庆安中，有接待的太平洋，将伊请入门，带到老回收面头前。阿对，阿嬷吼来当作老回收。请问，师父，你要找啥物人？哎呦，母啊，你遐济啦，我来讲较详啦，哎。请问这位，师父诶，请问这位师傅，你要找啥人？我生得这么妖娇美丽，你叫我演回想。阿母若是剃光头，一定是真演奏的回想。对对，就像楚留香内底有法和尚遐尼啊演奏，对不对？啥物有法，人我是校花呢？啊，笑话！迄观众朋友大家笑一下啊！好啦，大家做伙来斗下面啦。有人伫咧无？哎呀，有人伫咧无？小妹有伫咧无？哎呀，去开门。阿妈，你闺蜜来了啦！是读册的同学啦，是闺蜜啦。要紧啦，啊，我伫外口吼，听你开家伙笑到啊遮尔大声，啊，毋知有啥物心事的代志吼。阮即摆正咧做亲子共读啦。无怪哦。啊，这亲子共读真好啊，会使培养亲子感情，足好的呢。是啊。啊吼，阮拄啊好吼，阮两个吼有代志要来甲你参详。啥物代志啊？就今日下载，咱是去台语文创园区去参加黄浩颖的迄绘本发表。我若个感觉讲吼，这故事吼真有意义，搁真趣味呢。想讲吼，规去做咱读册会的年度发表啊。读绘本也当做表演哦。这当然嘛是会使啊，阿妈，阮学校老师有讲过，读剧嘛算是一种正式的表演方式啊。对啦，无毋对啦。啊，我就想讲吼，咧参详讲啊，无拜托老师再甲咱指导甲即个黄浩颖的即个绘本吼，甲咱读剧，呢做做咱的发表会的表演的节目安尼啦。对啊，所以吼，阮两个吼就来问你啊，问看吼，你要同齐参加无啦？当然嘛要参加。我嘛要。两个乖孙咧做伙来啊。等下我嘛想要参加呢。大早仔才差一点仔尔，毋过想
在是真趣味呢。大家好啊，大家好。老的你咧？我真无闲啦。无闲，你搁讲一届。我真无闲，毋过我嘛真欢喜甲大家做伙读桥啊。大家差不多啦。这才是亲子共读的真正意义啦。真好，安尼就安尼决定啊吼！咱今年读册会年度成果发表，就是黄好印绘本读剧，大家加油！加油！绘本读剧，黄好印新编台语绘本，原作姚嘉文，图文邱基培。百外当一个台湾家人，有足侪人伫战争当中亡生，其中有一个8岁囡仔活落来，伊号做太平洋。太平洋。因为这场战争变作孤儿，好佳在庆安宫的老和尚甲伊收养，佮甲请养大汉。过了几六天，一位日本和尚来到庆安宫，负责接待的太平洋将伊请入门，带到老和尚面头前。老和尚问讲：请问这位师傅，你要找啥人？我叫做毛亚。即摆来台湾是为着要来找一块福地来祈庙行愿。老和尚听煞，我头甲太平洋讲：太平洋，你少年人身体当样行，安尼就派你陪五野师去找地。是。这个时阵，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变作强大的国家，因向外发动战争，拓展家己的领土。甲午战争的时，清朝政府无法度抵抗武器精良的日本兵仔甲军舰，输甲忝。这年日本要求清朝政府分割土地，包括台湾甲澎湖。清朝皇帝甲大细官员唔敢答应。宰相李鸿章知影日本定着爱得到台湾甲澎湖，无通参详，就按答大家讲。台湾是一个寸土不生的高山地，而且遐个人无情无义，安尼所在挂互日本袂无彩，大家免紧张啦。就安尼，清朝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甲日本首相议定复文谈判，谈了足久，才签订和平条约，就是历史上出名的马关条约。清朝政府将台湾还予日本这件代志传到台湾了后，大家拢真惊惊，无人愿意接受日本人统治。为着对抗日本，台湾巡抚唐景祥有放假一群人，成立亚洲头一个民主国家——台湾民主国。由唐景祥担任总统。台湾民主国的国旗顶面有一只黄虎，国印是黄金刻的，英文阁写着“民主国之宝印”。虽然太平洋伫庙寺内底生活，不过有一个长山内的朋友，长底卡阿姐，常常分享最近发生什么代志。长底卡阿姐讲。最近有一支天地会，因做一个目标，本底是反清复明。不过看到现此时台湾人的状况，因决定甲台湾人做伙抵抗日本的。太平洋讲，有影，我嘛想要替台湾出一口气，啊无咱做伙去。长底卡阿姐讲，好，行。两人随出发到天地会所在过白庄。因到过白庄了后，拄好抢着天地会头人，伊面色真歹，
搁雄雄公公的款，敢若要宣布什么大代志。入来了后，天地会人已经甲月白庄客甲吵，大家等要听头人早转来消息。头人讲，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基隆港，台湾民主国去了啊！去了啊！当地卡阿杰煞落去讲，我搁听人讲，台湾的军队互拍得密密麻麻，连东景祥嘛假扮做老阿婆泡糜来闹泡。以后人咧讲的阿婆仔落港，就是咧讲当时东景祥假扮做老阿婆逃离台湾，后来嘛有想办法闹跑的意思。头人讲，遐个青鸟官员绝对会甲政府的公款炸走，咱爱先来去总统府家门抢靠银。好，大家接声应和。就安尼，头人指派上少年的太平洋入去家门担任义军，做天地会的内应。伫家门做内应的太平洋，熟悉着住伫家门内底的革命官寇大印，佮有伊水当当的查某囝寇白露。太平洋甲白露顶的火啊，有共款趣味的话题，变若做伙就是开讲，会当伫乱世当中成做朋友，实在真可贵。总算来到天地会要抢靠银的日子，想袂到，是去政府管理的兵仔煞大先一步，毋若将靠银抢走，搁笑想靠银。来啊，把口袋拿起来。是。靠大银互兵仔掠了，兵仔看讲，外口流传的黄好银有10斤重，那样做金嘛是袂少呢。袂少呢。唔通，你想要金啊？金啊有大路用啦。莫啰嗦，紧交出来！交出来！我死都唔肯。兵仔起头侧面大声念说，一刀杀死靠大银。啊！面伫边仔角的白路看到这幕，悲伤心吞落腹内，赶紧甲黄好银藏好好势，较免互迄阵兵仔找着。这时阵闭起来白路，才点点啊流目屎。阿爸，我一定甲黄好银吵好势，请你放心。共这时阵，太平洋甲天地会长总入家门，库房内底已经空空，所有贵重的物件拢互撒去啊！太平洋心内想讲，毋知白路敢有安全？陪你我去看卖。太平洋走对地路面走，外口的窗仔风狂化，涂骹的叶片发甲嘴炎炎，非常危险。当伊要到别位找白路的时，雄雄听到微弱的声音对边仔角传来。阿爸，阿爸！等声音行过，才发现白路。太平洋唔敢讲，咱惊，我带你到安全的所在。两人转来月白庄，大家直直问黄好银的下落。讲，黄好银伫倒位？伫倒位？我话讲。毋过白路喙真白，啥人拢毋讲，就是惊歹人会偷宝印去做歹代志。天地会本底想要利用宝印来调换人民起义，一声白路毋愿意讲要安怎咧？头人讲，准做无保印，咱嘛有一寡动作。地地卡阿姐讲，我去联络所有的砖头，人数应该有法度阻挡日本军队。好。迄暗，国砖头出动人马，甲台北城围起来。要是拍袂赢日本军队，即摆起义只好宣告失败。另外一方面，随往天翻地乱，太平洋甲白路的感情也是豆豆啊发展，两人互相意爱，甚至想要结婚，斗阵赢一世人。太平洋私底下向头人表明心意。我对白路是真心的，阮希望会使得到你的祝福。头人气不讲，不准！靠白路是千我后代，你就亲像我后生共款。你若要娶，就爱娶台湾新妇。太平洋听说头咧咧，心情不准搁失志。头人讲，除非
靠白路愿意讲出好用的下落。太平洋甲白路参详了后，白路才讲出好用的地点。其实好用藏伫西河内底。西河内底。白路讲出地点了后，太平洋一边人连面起行，料想袂到，好用依然藏伫家门的西壳仔内底。当底骹阿姐鼻仔往咧，这世间遮久无钱，有够歹逼的啦！大家咧想我看你，无人敢跳入西坑。这时太平洋站出来讲：我来为着白路，为着好用，我跳。讲煞就跳落西壳仔，伫臭毛毛的西壳仔内底找好用，总算甲好用抱出来。操你妈！当底骹阿姐讲：紧啊，摕去淡水河，水河前去。众人行往清清的淡水河，太平洋手抱好用跳入淡水河，无顾家己一身躯垃圾。伫淡水河清洗了后，好用恢复原本金死死的模样。哇，金死死的！太平洋甲长底骹阿姐返来卖白针，大家拢围过来，掠好用近看。太平洋抱一片灰。哇，金死死呢！好用又搁出现伫众人面头前，大家心内迄个守护家园的愿望，嘛亲像金光闪闪的好用，又搁卷起来啊！完成找找好用的任务，头人嘛愿意为太平洋甲白路这对新人证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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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恭喜恭喜！大家拢献上祝福。当大家欢欢喜喜咧庆祝新人的婚事，天地会兄弟总入来。来啊啦！日本军队甲大头女咱就来啊啦！来啊！大家虽然惊吓，也是提起武器，准备应战。太平洋就负责保护好用，到炭坑内底闪避日本兵仔。过了真久，秘伫炭坑底的太平洋听到外口有动静，远远看是当底骹阿姐，伊撞出炭坑，发现当底骹阿姐后壁高对一个日本军官。太平洋真足甲看，惊一跳。原来是你五野回收，刚讲你进前假扮做回收，就是为着要拍台湾。这军官用干巧的笑容讲：无毋对，你今仔日若无甲好用交出来，卖白针的百姓拢总会死。当底骹阿姐讲：为着卖白针的人，你着紧甲好用交互伊啦。太平洋只好交出好用，不过。这军官摕到好用了后，也是发查令，发射！好咯！忽然间天色转乌，天光四下直直来，回白针开始透风领大雨。这阵大雨嘛将大炮的火压刮去啊！太平洋讲：你这个卑鄙小人！太平洋哪话哪撞起去，袂像好用。当底骹阿姐嘛来斗骹手，三个人 QQ 落落，就伫这个时阵，山顶一竿大水冲落来，三人的叫声淹没伫河水当中，代表亚洲民主之魂的好用，嘛安尼消失伫深深的炭坑内底，从此无人看过伊的形影。虽然好用消失去，不过。台湾民主精神也是留伫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并且继续流传落去。流传落去。一场春梦去无魂，我予人情敲自尊，总是阿姐
成败无议论，前缘成败无议论。感谢咱各位亲爱的乡亲，会当半工来观赏关怀台语剧团年度的演出，嘛特别感谢台中市咱的青年高中影视科的学生友情的赞助。1895年吼，咱拢有知影有一寡历史吼，是咱的教科书甲咱放袂去。咱身为台湾人，咱嘛足感谢咱的姚嘉文姚院长吼，伊真早以前就知影即个历史对咱台湾人的重要。阮的剧团会当有摕到即个剧本吼，即个资料内容来演出。即只12分的感谢，多谢大家。即摆吼，互我来用来介绍关怀台语剧团的团长，也就是咱的总统府主席姚嘉文姚院长，请来。接下来去，我嘛来感谢吼。伫咱台湾的中央吼，也是讲咱的地方真认真去注意咱的本土文化的即个传承。不管是咱的政府的法律吼条例，也是讲咱的活动，也是讲咱的台语文园区的即个整治。即个人一直爱感谢咱中华上敬重的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周董事长，也就是周姐姐，来欢迎伊，拍锣一下，感谢感谢，请进来，晚请进来。好，咱上爱感谢就是咱的长期吼，为着咱的剧团你辛苦的，也就是青年高中影视科的导演黄显定黄导演。咱嘛爱感谢咱的园区真侪咱的行政人员，还有志工，还有咱翕相的咱这个兄弟吼，还有这个民党的吼，伊长期来甲咱支援，还有咱的市党的甲咱这个市党的这个他们吼，就是讲吼，阮长期会来办这个台语活动，就是要利用这个台语文来推广台语，互伊流传伫咱的土地。而且咱院长应该是来邀请你来讲几句话。好，咱期待吼有较新的剧本，明年度阮会搁认真拍拼，因为有恁的鼓励，有恁来甲阮关心，害阮，互阮会当愈拍拼。阮明年2022年，阮会继续拍拼。多谢大家，明年再会。咱行一个吼，来行好了，行咧，感谢大家，明年再相会。有闲较侪来园区佚佗，会当有足侪景是通报名。恁若是方便吼，就入去咱的面册 FB 吼内底去看，阮的活动规趟天拢甜。多谢大家。